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6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来看见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和两个门徒一路走到以马忤斯，并且在晚上擘饼的时候，门徒认出这是复活的耶稣，而两个门徒又立即的回到耶路撒冷来为主做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接着来从35节来看，那两个人就将在路中所发生的代志，甲耶稣在爬饼的时，因才认到伊的经过，拢甲因讲。那两个门徒在讲这的代志的时，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对因讲：愿恁平安。因也惊也喘，想讲是看到鬼。耶稣甲因讲：恁是安怎不安？心内哪会得摇疑？看我的手，我的骹，确实是我。恁摸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摸看卖袂，我拢有。伊讲了，就将伊的骹甲手伸互因看。因欢喜甲毋敢相信，还感觉奇怪的时，耶稣问因：恁遮有甚物通食无？因摕一尾烘好的鱼，互伊，伊就伫因的面前才去食。后来耶稣甲因讲：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一定着应验。这话我甲恁做伙时，已经有甲恁讲啦。耶稣就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伫这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那这一段的记载，那是好几个圣经的综合。那一样可以从马太、马可、约翰，还有到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好，那前情是耶稣在以马忤斯温泉村剥饼，好，两个门徒认出他之后，耶稣消失，两个门徒又赶了2个多小时，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听到说耶稣已经显给西门，这个西门彼得看了。好，所以在使徒当中也有人看见了复活的耶稣。那35、36，他们正在讲这些事的时候，耶稣这时候对全部人又再次显现。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太不同，是马太他们好像到加利利北边才见到耶稣，但是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在约路撒冷就遇见了。那至于马可福音呢，好，我们看，好，因为马可福音有2种的记载，一个是短的，好，一个是长的。好，那所以第一个都是要先向玛利亚显现，向两个门徒显现。好，那在这里有讲到是向这个11个使徒吃饭的时候显现。好，所以这个11个吃饭的使徒显现，好，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路加福音24章看到，好，在主日的晚上。那耶稣责备他们缺少信心顽固，甚至呢他们怎么样的领悟力太慢，太迟钝，信得太迟。但耶稣要他们差遣他们去传福音啊，并且呢要行神迹。那这个马可记载耶稣讲完这些话。好，那应该也不止当天，好，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是在地上40天，好，才升天，升天后又过了10天，好，就是第50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下来。好，那只是马可福音记得比较短，好，但是有记到几个重点。好，那就是这些是耶稣在向11个门徒来显现，好，所以马可也没有到北边的加利利啊。好，那么但是呢，因为这段话呢，那在马太的连结呢，就是马太要
这些弟兄到加利利，好，然后马太最后结束就是到了门徒，到了加利利，好，去到那一座山，好，那耶稣就叫他们大使命去传福音，然后马太福音就在此结束哦，好，所以马太在耶稣复活之后的资料，好是比较少的。好，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像他们他直接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好，就直接跳到了星期日的晚上，好，那就是门徒聚集，也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的24章的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好，那耶稣昨天我们有念的，好，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并且向他们吹气，领受圣灵，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好，但是这个多马呢，好，要去探主的手的钉痕呢，好，但这个事情呢，是在8天之后，好，所以约翰福音好把这个插曲好又放在两个，就是当天耶稣显现的第八天，一个礼拜之后，好，那耶稣又再向多马来显现了，好，但是耶稣又说，你是因为看见才信吗？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的，好，那所以在约翰福音把这个事件又拆成了两个部分，好，那我们但约翰福音还没有结束，因为约翰福音在21章还有讲到耶稣就去到了北边，好，在加利利跟门徒好显现，好，然后包括吃鱼，好，打鱼吃鱼，然后还有就是彼得和耶稣3次你爱我吗的对话，好，然后及耶稣和这个约翰的对话，好，那才做结束啊，好，所以在每个福音书关于耶稣复活之后的记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比较呢，好，看起来是有一些的差异。那因为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路加所写的，所以使徒行传前面那他有在继续接续路加福音未完的，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借着圣灵，好，然后在被受害的40天当中，多次向门徒显现，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并且在一起的时候，告诉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亲所应许的。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几天之后受圣灵的洗礼。好，然后再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升天。好，在这个橄榄山的时候，他们怎样望着天，耶稣被接上天了。好，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继续接着祷告。好，那这是使徒行传的部分，好，也是我们今年在6月的时候会继续再来读使徒行传的部分。好，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对不起，路加福音。好，那所以这个耶稣好在复活的当天，好晚上好来到了门徒的中间，对他们讲平安，然后对他们责问你们为什么疑惑，然后又像对多马一样来看他的手和脚，好，幽灵是没有骨没有肉，然后给他们看手和脚，然后呢也拿了烤鱼来吃。好，那这几个呢，好的这个路加已经尽力的收集他所得到的资料，然后呢，关于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叙述关于耶稣的每件事情，都必须实现。好，那45节，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现在和合本翻成耶稣开他们的心窍。那这心窍的意思呢？就是指思考的能力，好，意思就是说他们过去可能只有听神的话，好，那却不做思考，好，那现在呢，耶稣自己亲自好来带领他们思考，好，就是上圣经的话，好，怎么样要来成就，好，让他们能够在人的心智当中能够停留的更久，甚至能够找到出路，好，能够融会贯通。那这是耶稣在复活的时候陪伴地上40天陪伴门徒所做的。那在约翰刚才我们读到约翰耶稣复活的时候，也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那这个也是圣灵来要帮助门徒，带领门徒进入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哦。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复活之后有没有很轻松？看起来也没有很轻松。耶稣复活之后，一下子要面对抹大拉玛利亚，
一下子呢要面对以马五世的2个门徒，还陪他们走2个小时的路，一下子还要被他们邀请到一起吃晚餐来剥饼，然后一下子又赶回到耶路撒冷，向门徒们来显现，愿他们平安，然后向他们吹气，然后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好，那耶稣在复活之后，好，但是他不再是像地上的时间或是地上的形体，好，被捆绑的，一下子能在这边，好，无法同时。我们看到耶稣几乎是复活之后是用神子，好，这个非人超能力的方式，好，可以来去自如，好，一下出现，一下消失，好，那他可能可以在复活之后，好，更加的快速的、迅速的、多方的，好，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一样，就是要回到神的话，好，所以耶稣除了让他们明白圣经，好，然后对他们交代什么呢？圣经记载耶稣要受害，第3天从死里复活。那你们呢？好，这是耶稣已经做完他的事情，而信他的人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哦。好，所以重点就是要去传什么呢？好，是要传耶稣所传的悔改的信息，还有耶稣能够赦免人罪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万国。好，但是要传呢，要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就是这个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所来的这个圣灵降临，圣灵的大能直到你们领受啊。领受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穿上穿上。所以神所要父亲耶稣的父所要赐给你们的，好，那是一个单数，就是圣灵，好，是一个单数的位格，而你们要把他圣灵的能力穿上，穿上呢，就可以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并且呢，来传悔改和使罪得赦的道，好，让人能够一样明白进入这个永生的盼望当中，相信当中这就是复活的耶稣，加上圣灵，还有加上所信的人一起合一，努力所做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段，耶稣传因出去，一直到伯大尼，然后耶双手给因祝福，伊在给因祝福的时，离开因受接上天，因就给伊拜。然后欢欢喜喜登去耶路撒冷，继续伫圣殿称赞上帝。那在路加福音的最后，就讲到耶稣他教导使门徒明白圣经。那这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但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可以知道，这个是40天的当中，来多次向门徒来显现。那显现耶稣也在日子满了之后，就到伯大尼的附近了。好，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章知道，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橄榄山好，1章的12节，那就是离耶路撒冷很近。好，那耶稣为他们祝福。好，那马可福音也有提到这样子的画面，耶稣跟他们说完话就被接到天上，而且马可福音还加上说，耶稣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好，那门徒就出去。那这已经是浓缩版。那就是去证实所传的道。好，那在路加福音呢，好，是做一个 happy ending好，就是这些亲眼见证耶稣升天的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好，在圣殿里面颂赞上帝。但是路加显然就是还有一个续集，所以他要整理的是使徒行传。好，那如果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写作是接近的，或是它有分成上下集的话，那年代不会太久远。可见呢，路加福音它本身也是在使徒行传之后或是已经开始的时候才来收集把这些耶稣在所做的事情逐渐的收集起来。所以算是比较晚期。那比较早期的就是彼得的弟子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加上耶稣的12使徒的学生马太就是利未，那所写的马太福音。那约翰福音又比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又更晚，那才完成这个约翰福音呢。所以我们从这4卷福音书当中可以来看见上帝他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或是33岁半的生命来行上帝的旨意，来继续让世人能够认识他，明白他。这盼望透过我们在这46天从3月初到4月
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也能够让我们对耶稣的生平所说所做所行能够有更多的体会和认识，也让我们能够紧紧来跟随。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从路加福音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人子，来到世上需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而耶稣也接受上帝的灵的呼召，将福音好信息传给贫穷的人，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看见主耶稣你怎么样子的为爱降生来到世上，并且忠心传扬神的道，不畏惧这些有权有势或是敌对他的人，而是以神所赐的智慧能够来将神的道来传开。同时，耶稣也召聚这些的门徒、使徒，还有跟从的妇女们一起的服侍，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来建立彼此相爱，也是一个信仰团体、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关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依然能够愿意如此行，能够活出一个爱的团契活出一个教会的生活，就是能够为主做见证，来传悔改，还有赦罪的洗礼能够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